来是新北市邦桥，伫半暝1点外发生着行车的纠纷，有一个小家人驶车载因翁到一个路口要倒弯，差1点弄到一个直骑的骑士，安尼袂得。这个骑士真不满，毋若甲抢，阁闹人来5台机车9个人，甲这个小家人的车包围起来，哪叫3二更，哪用安全帽甲焊车。被害人赶紧甲车门锁起来，毋敢落车。加在警察真紧就赶到场，甲闹事的嫌犯总砍起来。这个桥倒的人有够生气，车一个插好，用安全帽一直卡这个轿车，佮一直骂，佮有人咧占车，驾驶着惊，要伫车顶赶紧报警。警方拄好执行邦桥耶诞城守望勤务，1分钟内就到现场，嫌嘛佫想要走，又愿互掠着，态度真唱手，唔肯配合。因为要砸我们的车子，这种光天化日下这种事情还会发生，我们真的是很害怕。行车纠纷发生伫今日透早1点外，当时47岁姓张的女驾驶载因翁为新北邦桥中孝路要倒弯中庆路的时，险险下着18岁一个姓董的桥倒摆的人。对方甲呛讲你是会晓驶车，袂过闹，总共9个人5台车，甲卡车搁甲骂3二更。9位嫌犯被依照妨碍秩序、妨碍自由、毁损罪上班。校园那就是不要他们走，让他们要拦住他们，就血气方刚，就是一直骂脏话，想要让他们拦住，把他们叫下车，就是用安全帽去砸那台汽车。赛车若拄到行车纠纷，要安怎自保？警方建议赶紧将塔门锁好，密伫车顶，2喇叭向这个过路人求救，嘛一定要到这个行车记录器记录嫌犯犯案的过程。9位嫌犯涉案耶诞城，险险互这女驾驶下着引起冲突，闹代志佫真唱手，拢总列入去警察局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